文章遇到困难的词汇时，可以上哈克网的网站查询，来加强我们文章阅读的能力与深度。比如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个词汇叫急無形，光看字面可能会不懂意思，查了哈克网后会发现叫急無形这个词汇表示的是像狗张开嘴要咬苍蝇，表示没有时效的动作。鬼叫船聽見講夢話，是唱叫急無形的用。整个早上听他说些不近人情的话，就像狗咬苍蝇没意义。与狗相关的歇后语有很多，但意思都不尽相同，很容易混淆。比如大叫唔出門，为什么要打狗？指的是天气恶劣到即使棒打狗儿，狗儿也赖在家不逃出门外。关于这个词汇，我们可以这样运用：大叫唔出門嘅天氣，有什麼弄進來？如此恶劣的天气，你怎么会来？下一个词汇姊妹，华语的意思就是后面最後。比如講姊妹出來嘅要鎖門，最後出來的要鎖門。第二大例句係本來講要請假，姊妹佢又講要來。本来说要请假，到最后他又说要来。如果是指排名殿后最后，就可以用大姊妹或者大胞妹。大是指排序的意思，也就是我们说的排到什么名次。比如講阿公參加馬拉松比賽，就到班難餐腳究竟，所以大姊妹。哥哥参加马拉松比赛，跑到一半脚抽筋，所以殿后。接着带大家来做一个相反词的联想。姊妹相反嘅意思係笨蛋、笨地、起初、原本。舉例來講，這些頭本來係阿貴婦一個，佢退休了後，是讓阿公來接手。這件事原本是阿貴負責的，他退休過後就換阿光來接手。最後一個詞彙七斗有一个同义词十斗，这两个词华语的意思都是认为、觉得。运用的例子有洗好心，七斗都松松，洗好澡觉得很舒适。再举一个例子，我知道连面包都好食，我觉得这个面包很好吃。是的，这两个字在我们大埔腔客语里会因为发音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意思，非常容易混淆。比如说七斗是认为、觉得的意思，七斗就变成试穿衣服的意思。我们来运用看看，这件衫裤衣好看，不是的，七就看啊。这套衣服很好看，你可以试穿看看啊。大家有学到了吗？